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8，箴言22章17到18節安尼講：着愛耳孔聽智慧的人的話，專心領受我的教示。上好是藏佇你的心底，不時通應用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着聽智慧的話，擱藏佇心底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光，是阮的引帶甲帶領。感謝你，使阮活命甲穩定，互阮會通來到你的面前，領受你的保守甲引帶。主啊！願懇求你，賞賜阮對你來的智慧，互阮知怎樣分辨是非，也佇所行所做頂面，合你的心意。主啊！願上帝要緊的事，世界聽人的意見，總是只想要聽家己意愛的，顛倒無去聽智慧的話，尤其無聽趁你智慧的教示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耳孔着聽智慧的話，領受你的教示，擱將你的話藏佇心底，不時通應用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